继续来看客家贡献奖的相关报道。文史工作者王定琼今年得到客家贡献奖文史类的杰出成就奖。王定琼以研究客家文化、乡土历史32年内，写美丽样客家地区的乡镇史志，还有同东西有关、同路路有关32种的文史资料。谈到得奖，王定琼除了感谢，也讲要为文化资产继续打拼。最近当到嘅节气出皮，苗栗人文化资产搞出变化嘅文史工作者王定琼，投入人类嘅文史资料调查32年，就出版过当多有关苗栗嘅史迹顺利、开拓史、和古土相关的书，对苗栗嘅地方文史工作有动态贡献。对老朋友来讲，也理解点点讲准山脉特殊嘅学者方法。做一道有关苗栗嘅寺庙、300人庙啊，每站庙详细做调查工作，也个无按简单，所以讲佢係实实在在一步一脚印去做一个苗栗地方文史工作嘅一个真正有贡献者。王定琼先生少年讲，以前我先是从事文史研究，实才系发现。行业创新了这两位已經有當多嘅專家都喺做咧，所以佢就將重點用到研究地方嘅文史小説。雖講小説資料過程當翻查，我做一本向前了解家鄉嘅歷史，呢一點對王先生來講重要性係哪個？整理出客家人第一個地方過去300年的。佢奉獻嘅精神加嘅體力加嘅精力也好，所以研究講呢，讓後代世代子孫啊，了解過去嘅先民客家先民，讓那個建商愛惜嘅開拓一笪地方。回顧32年來嘅研究過程，王先生記住最想係感謝人，社文學家來講之類鼓勵老支持。所有啲嘢呢，其實完全就完全講冇嘗試啦，就能夠講出來。所以到人民呢變到良善，變到忘年之交啊。其實講佢也有講，有客家文化，所有都是按忘嘅哈，慢慢的去做，真能夠展現出來。兩百許多行政長客委會嘅肯定，拿到咧客家文史類傑出新秀獎。除了感謝各界嘅肯定，也希望繼續嘅學校下拿到和客家文史嘅朋友，共下投入兩隻兩位，幫下拿到人認識客家。客家新聞中記者苗栗報道。